馬鞍山嘅街坊都知道啊，利安同錦英苑都分別有小巴落去新港城啦，收費仲幾平嘅喎。不過如果巴士都有優惠，你會唔會試下呢？九巴嘅沙田區域性分段收費已經喺今年嘅1月5號實施咗啦，包括兩組路線嘅，其中一組就係烏溪沙同利安出去馬鞍山市中心，乘搭市區方向嘅40X、89D、89S、97同286C 去馬鞍山市中心。落車之後喺車站拍卡就有回贈嘅，總收費就係7蚊啦。不過即使係一個優惠嚟呢，都好多街坊留言話唔抵喎。咁我哋就格下價啦。咁點解大家咁大反應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馬鞍山嘅對外線本身回程由富安返烏溪沙同利安嘅分段呢係5個1嘅，相比之下去程嘅呢個優惠範圍細咁多，俾7蚊搭幾分鐘就梗係唔抵啦。至於相近嘅路線啊，九巴嘅87K、城巴嘅581收費都只係5蚊同5個1，而小巴803、808嘅分段收費咧，更加只係3個9同埋4個3嘅啫。如果淨係落去馬鐵站嘅話咧，就的確係小巴抵好多嘅，因為講緊其實7蚊係已經夠搭86K 出到去沙田火車站㗎啦。另一個比較奇怪嘅位係受惠嘅範圍啦。同樣係烏溪沙或者利安開出嘅86C 同274P 都冇份嘅，同埋咧落車位置只係限喺馬鞍山市中心啦。就算係早啲喺錦英或者喺新港城後邊落車都冇優惠嘅，就要特別留意啦。不過唔知之後會唔會有其他新路線加入呢？就有待觀察啦。